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讲做警察是危险佮辛苦。嘉义市的警方发现2个20多岁少年呢涉嫌咧卖毒品，原警就计要甲伊买，甲嫌犯约伫咧车顶来交易。 结果去互嫌犯看出破，这个嫌犯车驶咧就想要来逃走，车顶的员警要甲伊阻止，双方就伫咧车顶咧游lạc，所以伫咧外口咧埋伏的员警就赶紧冲到车边，大力来敲破着车窗，合力来逮捕着嫌犯，查到毒品的加皮包甲 K 他命，这个攻破车窗的员警手去挂着伤，血是安尼太流。 便衣警察将嫌犯2涂骹，其他警力嘛赶到现场，伫咧车顶抄到41包毒品加皮包，甲3包 K 他命。救护车赶到位，身体手骨被挂着伤，这个一直流血员警治疗。手有点没办法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边然后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手现在是麻的。这个代志发生在嘉义市，警方伫网络顶面发现有2个查甫人涉嫌卖毒品。 昨暝假做买方甲嫌犯约伫咧车顶要买毒品，伫交易过程中，嫌犯发现有问题，赛车想要走，伫超外摆好员警敲破窗门，外公来用做制服这个嫌犯，因此和这个员警受伤。这个毒贩他是因惊慌要加速逃逸，在旁埋伏的同仁一同支援将因避免危害发生，所以就会拿出破窗器将该车辆给击破。 加在受伤员警送到病院治疗了后，无啥要紧。想伫现场看到民众对着警方抓毒贩的过程，拢讲真了够危险，人民的年母辛苦咯。